喺講穿越時空來到日本時期，啲陸航太險，荷蘭人有，廣東人有，漢人有，客家係哦。等下，做乜佢要到冇確定咯？客家人面對當久以前就來到台灣嚟係，蘇南山係客莊，蒼山高啊！做乜嘅客家人會唔知自己係客家人咯？我了解一種客人自我認同嘅立場，我哋先來複習下客家嘅歷史。客人最常係正一轉學生，為了求發展當接轉學，唔過轉學生啲辦項仲係變順中嘅變順啦，有等於看唔起，有等於要強搶飯碗，以下冇生意就直接變做呵呵哈嘻，冇人家就冇上出啦。一以呢當接老人呵呵哈嘻，客人就當接本人排解，當到文獻吃只很熱係肥漢族，冇錯，唔過為啊就係10000人。1932年推客家轉學生，唔係客家學者盧香林都唔掉咧，客家也係當驕傲嘅漢人啦。而家版本中，客家啲中國宋代就形成咧，係喺正統漢族嘅貴族世家，前後經歷咧500嘅大遷徙，對中原地區一路來到華南地區生活。哼，明講我係唔掂奶來嘅轉學生，我阿公嘅阿公嘅阿公，係學校嘅創辦人咯。But 一套中原客家嘅故事，其實有啲問題哦。比如講，羅先生喺文獻中看到客氏，就唔據其本來嘅意思，直接歸為客家，也係用初步證明自家係貴族世家。不過，差唔多個族群都好修改自家嘅族譜，大家都想做貴族世家啦。故所唔係當嚴條嘅研究方法。所以安尼，羅香林寫嘅客家嘅前世今生，係你年輕嘅記用時，世界各地嘅客家族群，本期都做得驕傲嘅講出，我係客家人。等下，入邊講嘅係中原客家，嘅台灣嘅客家人咯。1945年，二次大戰結束過後，台灣人當經歷身份轉換嘅時期，嘅羅先生嘅論述，啲也用史書奉接軌大空降，降落，啲台灣客人嘅生活。一個書啲同樣被本人瘋狂轉發，基本所有嘅客家刊物也大力推播各種客家現象嘅大細事。一套有對為朗誦嘅中原客家，就係讓老台灣客家群眾窮下嚟，甚至還有客家土宅留言，佢比拖嘅太早，將啲自家老祖公向南遷徙嘅艱辛呢。所以一套概念嘅成功預測，本嚟台灣客家人一種溫馨嘅歸屬感，實也促成嘅中原態客家式嘅創刊。我唔講係客人、河洛人，係你其他人冇重要啦，都係人無子孫。台灣客家本等於也包中國歷史文化當中，裡面將各種美好傳說的世界，本土客家特色，沙本人忽略掉嚟。1980年，台灣本土意識高飛，台灣客家人開始重新思考自家啲一啲導向嘅定位，作家李橋就提出嚟客家三家：一、人數家。人唔拉多又唔拉少，故所當家本人忽略，也可以本人利用。2、人際家，台灣嘅美客之爭，本客家人要得強啲，上來是人家過美，哈哈。3、精神家，對想象中嘅影響充滿了分享，當上癮。一生家，本客家人變做社會上嘅原型人，第五卡好冥想調擺客家人嘅姿態，唔過出去又唔想承認自己係客家人。1988年，客家知識分子總算提出來咧，發現犯我蒙語運動，抗議蒙語受到無合理嘅對待。同時期，客家作家鍾小正發表為新嘅客家人嘅觀念，希望客人喺緬懷歷史陽光嘅世界，也做得積極參與腳下土地嘅大細事，學蒙語認識採體客家文化，冇做原型人咧，愛做喺啲台灣當驕傲嘅新嘅客家人。嘰里呱啦講到呀，啲42年後嘅日本人，犯我蒙語運動嘅演技已經 check， 所以還有當議題要努力。唔過以下嘅客家人已經無像做學生也係原型人，而係老其他族群，叫下啲一啲導向散漫嘅生活點。客人有，過去當老一輩個，我係客家人，可能會想嘅睇啲係嘅客家，佢一下啲看過客棧過後，客家對人來講係乜嘅呢？問題嘅答案就交俾各位朋友自己去回答啦。客棧，哈哈，好邊，呵呵，拜拜。